Hello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咁今次呢，我哋就講翻一啲銀行嘅優惠啦，即係啲數字銀行嘅優惠啦。咁呢，其實呢，而家講緊呢，就係呢個最新個定期優惠就係 PAO Bank 嘅，係一個數字銀行嚟嘅。咁只要大家新開戶呢，就有一個18厘一個月18厘港紙50,000蚊嘅優惠。咁我哋睇翻佢個詳細情況嘅。咁咧個詳細情況咧就係大家咧就用我嗰個推薦碼嘅，咁我讀一次我嗰個推薦碼俾大家先。咁咧就係8跟住 IWCWN。咁我重複一次啦，個推薦碼咧就係8IWCWN。咁我就會將呢個推薦碼咧同埋個連結咧就擺翻落去YouTube 下邊個留言個頂字嗰度嘅，咁大家跟住去入翻嗰個碼咧就可以攞到個優惠噶啦。咁講翻詳細資料先啦。咁個詳細資料咧就係話由而家開始啦，至到去2025年10月31，即係仲有20零日嘅時間嘅啫。咁咧就係大家如果係開戶嘅話咧，就可以攞到最盡咧就有18厘。就係做1個月嘅港元定期，咁而睇翻熒光幕咧，咁佢最少就做100蚊，最多做50,000蚊港幣嘅。咁我同大家都計過噶啦，如果將50,000蚊港幣乘翻18厘，咁因為呢個年息嚟噶嘛，我哋要除翻12，咁其實咧大家攞到個息咧就750蚊，其實就非常之咁高息嘅。即係如果你坊間其他嘅定期，即係頂盡都係2厘幾。係嘛，2厘到尾，2厘7、2厘8已經哇哇聲好高息噶啦。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仲高息啲。咁另外都要提大家咧，呢個定期咧就要係全新客戶，即係從未開過 PAO Bank 嘅客戶嘅。咁咧就開戶後3個工作天內，就不包括星期六嘅公眾假期，就喺翻你個手機 App 上邊咧個版面開咁就可以噶啦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撳咗我嗰個連結嗰陣時咧，就應該見到有關資料嘅。咁我再同大家講多少少詳細個資料先。係啦，咁就講緊呢個即係迎新獎賞啦。咁咧我哋就嗱，即係我就小心啲嘅人就逐條睇嘅。咁咧就係啦，推廣期就去到10月31啦。咁大家記得快手啲把握呢個機會啦。咁啊，合資格條件咧就係睇3.2嗰度啦，就被推薦人即係各位啦，就為本行新客戶，即係話從未持有依家銀行嘅賬戶嘅。咁喺推廣日期咧就用呢個專屬碼，即係我頭先俾大家嗰個啦，就開立呢個戶口。咁同埋開戶者咧就18歲以上嘅。推薦程序唔使睇啦。獎賞條件係啦，咁就係啦，佢再重複一次啦。被推薦人即係各位開戶嘅新開戶嘅人士咧，就要達成以下嘅做嘢咧，先可以攞到個優惠嘅。首先第一咧就開立一筆港元定期，即係我頭先講啦。咁跟住咧就設定該定期嗰個期限不限，咁即係你做幾耐都得，但係最着數就應該做1個月噶啦，因為1個月18厘。咁咧存款金額咧就係大於或等於50,000蚊，咁即係咧大家唔使諗噶啦，就全港紙50,000蚊得噶啦。咁咧就要，咁佢就話嗰筆定期咧就10月31號或之前訂立。咁但係我建議大家咧就講翻好似頭先所講咧，就係話你3日內好開噶啦，即係你一開到個賬戶，你就隨即用 Fast Payment 轉錢入去呢個 PAO Bank， 咁跟住咧就去攞到呢個50,000蚊港紙18厘嘅優惠嘅，做1個月定期。係啦，咁佢依度就話，即係各位就可以以18厘年利率就去做一個定期啦，1個月嘅港元定期產品。咁咧就係最多就港幣50,000蚊嘅啫。咁跟住睇下其他有冇先嚇。
跟住呢度咧就冇特別嘅啦。咁我同大家咧再睇咧優惠啊，梗係陸續有嚟啦。再同大家睇第二個優惠先。咁第二個優惠咧就係、稍等一陣啊，撳翻去先。呢個第一個優惠啦，咁就第二個優惠係啦，就係1個月同埋3個月嘅美元定期。咁呢個呢，其實呢就係新資金優惠，即是話舉例，如果大家已經開咗呢個 PAO Bank 呢，食完佢第一個頭先18厘港紙嘅優惠呢，如果大家有美金呢，亦都有第二個優惠嘅。呢個優惠呢，就係存入一啲美元資金，咁咧又係12月31號到期嘅，咁啊做1個月或者3個月個資金啦，咁咧最低存款金額就15蚊美金，咁相信大家會存多啲啦。咁1個月就係額外就0.8， 3個月咧就比牌價加多0.8，咁我咧就其實就可以同大家睇翻咧我自己嗰個優惠，即係實際係幾厘先。稍等一陣啊，因為就要登入翻個 app 先睇到嘅。咁其實都非常之吸引啦，即係因為我睇到佢個息率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唔緊要，佢而家做緊維修。我冇記錯呢，佢就1個月呢，就係應該係美金定期啊，1個月就3.8咁上緊嘅，3個月都係3.8嘅。咁其實你如果3.8呢，就已經等於你買美國國庫債券嘅啦。咁就即係所以就真係好抵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呢，就同大家呢，就再睇翻。佢會唔會有啲咩條款先嚇？嗱，呢個就講緊美金新資金、美元新資金入去嘅，咁就係有效期去10月31啦。係啦，即係個人客戶，即係其實你新開戶都得㗎啦。我睇翻呢度條款，1個月或者3個月嘅美金定期。咁合資格資金呢，就係較上月每月平均結餘淨增加嘅金額。咁大家唔使理嘅，因為大家如果新開戶嘅話呢，就肯定係新資金啦。如果係現有客戶嘅朋友仔呢，就睇翻你上個月有冇錢擺喺度咯。咁如果係有增加到嘅，即係你新錢入嚟呢，咁啊冇問題啦。好，咁啊，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有疑問呢，可以打翻去呢個熱線電話37629900，或者喺我嗰個留言，咁我同大家去再問都冇問題嘅。咁接住呢，就都想同大家睇下，即係你如果你用 PAO Bank 你入錢落去，咁即係佢有咩好處呢？個好處就係其實佢就冇一般手續費嘅，即係服務費豁免啦。咁好多銀行收嘅港幣 cheque 轉入或者美金 cheque 轉入，即係譬如你用 cheque 嘅轉美金入嚟嘅，咁佢都冇收費嘅。咁另外呢，就係本地美金或者人民幣 cheque 豁免，即係匯出匯款。即係譬如話我做完定期啦，我想將啲美金就轉翻落去香港嘅其他銀行呢，轉美金都得㗎嘛，都係用 cheque 個方法呢，都係冇收費嘅。實際都真係幾靚仔嘅樣嘢。係啦，咁如果你匯去外國，外國就有收費啦。即係譬如話我嗰個美金戶口喺美國嘅，咁先算啦，咁先會有收費嘅啫。咁啊，再同睇大家再睇埋，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優惠先啊？1個月港幣睇先，跟住就最佳中小企銀行係啦。想提埋大家呢，如果你係即係一啲中小企想下開銀行口呢，其實都即係歡迎大家開 PAO Bank 嘅原因呢，其實佢係應該全香港最容易開戶嘅中小企銀行嚟嘅。咁所以都即係不妨大家去做嘅。好，咁而家同大家再去睇翻點樣開啦。咁首先就喺 Play Store 嗰度下載呢個 PAO Bank
呢個 Apps 啦，咁跟住就撳開戶，跟住咧就用香港身份證填翻啲個人資料，跟住影張身份證同埋影你自己，咁啊跟翻程序，咁就其實就好快可以開到戶嘅。咁另外佢都受呢個存款保障計劃啦嘅保障啦，最高就係等值港幣80萬，即係就算大家存美金嘅話咧都冇問題嘅。佢都可以保到大家，就相等於港幣80萬嘅。咁另外呢度我哋可以睇翻佢定期存款息率啦。咁就其實佢個定期存款息率都高嘅。你睇翻，如果佢港紙3個月都有2.9厘，6個月2.8厘，一年有2.7厘，係啦。美元佢頭先話加0.8啊嘛，即係一個月如果係加咗0.8個優惠咧，3.8。3個月就3.7，其實就真係好高息嘅，因為你而家你全美國國庫債券咧，你3個月肯定冇3.8，我諗3.6到嘅啫，即係仲少過你全 PAO Bank， 仲要搞嚟搞去，係啦。咁如果想轉數入嚟，你轉港紙入嚟就用翻呢個轉數快啦。咁嗰個如果你係用美金嘅，你可以用呢個所謂即時支付結算系統，我哋叫 Checks 啦，咁都可以轉到嘅。跨境匯款就其實都可以匯翻去外地銀行，不過就有手續費咯。咁另外大家都可以，如果你話我即係覺得佢個匯率都抵嘅，你可以試下用佢 PAO Bank 嗰度有港紙轉美金，再去做美金定期，其實都可以嘅。不過我諗大家比較下先啦，呢樣嘢都係好。咁咧就今次咧就同大家介紹咗 PAO Bank 兩個優惠啦。第一個優惠就係將嗰個18厘港紙5萬蚊18厘一個月個定期優惠啦，即係大家可得息率大概750蚊港紙啦。咁另外咧記得要用我嗰個專屬嗰個推薦碼先有嘅。第二咧就話，如果大家做完呢個或者我開咗戶之後，我有啲美金嘅可以轉過嚟做定期，咁可能都有差唔多3.7厘一個月或者3個月嗰個優惠嘅。咁咧呢度咧就係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依類型嘅影片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最新呢啲咁嘅銀行資訊優惠咧，請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叮叮鐘，咁等我哋可以盡快通知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詢問咧，都請大家可以喺下邊留言嘅，喺留言區留言嘅。咁多謝大家支持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